3條鎖匙同3把鎖而家亂晒龍，唔知邊條打邊條。咁問你要試幾多次先可以將全部嘅鎖打開？3次。我同你講，3次係唔夠㗎，至少要試6次先可以。我話3次就可以。你憑咩嘢覺得3次就可以？如果你答到，我就獎你100蚊。你話㗎？咁你聽住啦。假如第一條鎖匙開第一把鎖唔得，開第二把亦唔得，咁係咪就屬於第3把鎖啊？係呀，冇錯。咁到第二條鎖匙開第一把鎖唔得，咁係咪就屬於第2把鎖啊？係呀，冇錯。咁係咪3次就已經全部打開晒啊？你仲有第3條鎖匙未試喎？你覺得仲要試咩？3條鎖匙同3把鎖而家亂晒龍。我話3次，我問你，唔知邊條打邊條。咁問你係唔夠幾多次，至少要試6次先全部嘅鎖打開。你憑咩嘢覺得3次就可以？唔通你個腦係豬腦咩？你話㗎？咁你聽住啦。你覺得仲要試咩？你咁蠢，真係連豬都聰明過你啊！